如何開直銷訂單並完成付款？第一部分，添加商品至購物車。點擊中間分類菜單，選擇不同的分類，跟住選擇不同分類下的商品。例如，顧客需要購買 T 恤，而 T 恤的分類係上衣，咁就要先揾到並點擊上衣分類，然後係上衣分類下揾到並點擊商品短版 T 恤，點擊商品後即可添加至購物車裡面。第二部分，完成支付。商品添加完成後，點擊結賬按鈕，系統支持選擇一種或多種支付方式。如果選擇支付時打印收據，點擊右上方支付是否打印收據按鈕。如果選擇現金支付，需要填寫收錢金額即實收。填寫後，系統會自動計算出應找錢金額即找數。其他支付方式則無需填寫。如果選擇多種支付方式，點擊右上方的分開支付按鈕，再選擇支付方式，然後分別填寫各項支付方式所支付的金額。最後點擊確認支付，即完成直銷訂單下單。